两个跳下的奖片，会用做谱来学习，加贵切入的代数。由于早安腔变调丰富，接下来会在汉字下方标示本调拼音。若在讲的时候需要变调，就会在变调的汉字上方标示变调拼音，以帮助大家掌握实际运用的声调哦。我立刻就来帮忙找。我临时起来调寝，我临时起来调寝，我立刻就，我临时起，我临时起，来帮忙找调寝，调寝。这句我们把它再念一次。我立刻就来帮忙找，我临时起来调寝，我临时起来调寝。请问他有带手机吗？请问贵就随手机吗？请问贵就随手机吗？请问他有带贵就随手机吗？手机吗？我们把这句从头再念一次哦。请问他有带手机吗？请问贵就随手机吗？请问贵就随手机吗？替民众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本分，甲民众解决问题是爱人的本分。甲民众解决问题是爱人的本分。替民众，甲民众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是我们的，是爱人的本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句子再念一次哦。替民众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本分，甲民众解决问题是爱人的本分。甲民众解决问题是爱人的本分。以上是会用理解单元输入语数的练习，期待爱多听多练习哦。